大家好，我係程小姐，今日嚟到咧嘉湖山莊，想介紹一個咧3房桃園單位俾大家。實際情況係點樣咧？我就睇住。我哋首先咧前幾集我都提過嘅，嘉湖山莊咧亦都有佢自己嘅後花園，咁正就喺呢度啦。大部分咧都係綠油油為伴嘅，我哋欣賞下先，亦都非常之舒適。Hello， 咁我到咗單位上面啦，咁今日想介紹一個3房桃園單位俾大家嘅。咁佢實用率咧係633尺啊，中層 B 室。咁你入到嚟啦，咁係住成設計嘅全木地板，咁大家都睇到啦，全木地板嘅。咁牆身咧業主咧就翻油過嘅，咁入到嚟睇到嘅時候更加舒服啦。咁首先我哋介紹呢個客飯廳位置啦。客廳位置咧就係住成設計嘅，咁景觀係望啲乜嘢咧？哇，非常之漂亮啦！望翻自己嘅來源前景啦，大家可以欣賞下，仲可以望到遠少少嘅我哋最中意嘅中央公園景啦。咁可以望真啲啊！咁綠油油為伴，非常之舒適。咁呢個客廳位置咧較為四正嘅，咁4至6人坐咧都冇問題㗎。咁而家我哋去廚房睇睇個狀況先。都係廚房位置啦，咁咧有緊廚嘅，咁煮餸上嚟咧非常之香噴噴。咁地下同埋牆身咧都係以磚為主。大致上嘅單位咧都要需要執裝修啦。而家嚟緊我哋要介紹啲乜嘢咧？就係最貼心嘅係睡房區咧同廚房區嘅，跟住鏡頭一齊睇下啦。咁首先介紹第一間細房啦，咁四正嘅景觀咧亦都係非常之舒適。咁都係綠油油。好啦，到呢個浴室區啦。咁浴室咧都有少少執過裝修嘅，咁企缸啦，亦都係做咗一個，咁大家都可以望下。到呢間中房啦，比起頭先嗰間房咧大少少嘅，房間都係四正啦。一個好闊大嘅窗，景觀咧更加闊了，大家可以欣賞下。到最後介紹啦，主人房比較私隱嘅地方，呢個咧係主人房嘅浴室區，咁你大家可以望下，亦都係企缸位置，明窗啦。主人房咧非常之闊落啊，四正嘅亦都係，仲有一個闊落嘅窗台添，景觀都係一樣啦，望翻自己嘅遠景同中央公園景。影片大家咧睇晒啦，咁嘉湖山莊咧畢竟係優美嘅，而且擁有高性價比添。無論是購物啊，還是休閒娛樂，非常之多啊。咁小區咧配套亦都齊全嘅，滿足晒所有家人嘅日常生活所需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校網㗎，70年中學喺元朗區，教育資源非常之豐富。講到嚟呢度，想了解更多，記得聯絡我啦，拜拜。